最近伫台东是有民众发现讲，10几年前拖来台湾的外来种花丛金家菊，佮开始咧四界生。台东县估计上无到17公顷拢爱烤掉。金家菊一下满天星是生做真相共，若是无细力去剥掉花粉，互伊的幼毛走入去咱人的气管内面，恐惊就引起过敏。台东市建农里大学路迄棵梨的小路啊。 有一种看到像满天星的金家菊白色的花，长咧大开，而且拖到1公里远。里长讲，演过就知影这种外来种的草啊有毒性，伊要甲全地草剂。不过，伊阁会为紧的所在重新阁发出来，生命力真强，嘛会影响其他的食物。然后它底下都是有小的，然后它一整群，它就会占据了这个植物，就永远都是变成林胶局的世界啊。 10多年前，全台湾各地都捌发生金家菊入侵，经过防治，已经无拖到遐凶。不过今年伫台东县各地，阁小连续发现，基本的南地都有规片长伫大开的金家菊。县府农业处统计，目前通报专管已经有超过17公顷的金家菊爱清除，不过无排除会出现阁较侪，准备要动用100多万中央补助的经费来做清除。原本的计划是成功、池上以及兰屿。 那我们还是会再召开各个公所来协调各公所所需要的一个清除面积来做一个调整。农业处表示，金家菊是国际公认的毒草，4月至10月是伊开花的时期，白色焦色绿的花就亲像满天星，若无细枝会入唔着去，而且若吸到或者是输到伊的花粉甲幼毛，会造成人体过敏的反应。呼吁民众若伫野外看到金家菊，都唔通去甲摸。记者综合报道。